4月24號星期四嘅呢一集嘅鱷魚談啊，老屋今日把聲就比較拆啊，亦都係比較係性感同埋磁性咗磁性咗，咁無他嘅。早兩日做 Morning Glory 嘅時候，真係屌撚到聲嘶力竭啊，搞到把聲就拆咗。咁希望今日嘅呢一個嘅鱷魚談，雖然聽起上嚟就唔係好似往日咁啦，呢一個嘅聲線呢一個嘅嘹亮同埋清澈，但係絕不會影響今集嘅呢一個嘅內容嘅質素嘅。咁今日已經係4月24號，距離我哋加拿大嘅聯邦大選4月28日嘅呢一個嘅 Election Day 咧，得翻嗰幾日嘅一個嘅貨仔。咁喺度，老我就公開呼籲所有喺呢一個嘅加拿大唔同省份裏邊嘅香港嘅朋友仔，聽到鱷魚談之後啦，喂，咁希望你哋喺4月28號記得投下你哋嘅神聖一票，為加拿大嘅呢一個嘅未來做出呢一個嘅決定。如果早幾日就好似老鑊咁樣已經係呢一個嘅 advance voting 提前投票投咗票嘅呢，咁希望各位嘅老友記係嘛即係繼續呼籲你側邊嘅親朋戚友，記得叫佢哋未投票嘅就喺28號唔好即係唔用佢哋嗰一票唔用呢就真真正正咧就變咗浪費咗你哋嗰個嘅決定去影響到加拿大嘅呢一個嘅未來啦。咁而喺4月28號嘅當日嘅加拿大時間嘅晚上嘅5點半，即係香港時間嘅4月29號嘅早上嘅呢一個嘅8點半呢，老我就會同我嘅另一個嘅節目嘅主持人，我嘅拍檔何良茂先生就一齊同大家一齊報道當日嘅呢一個嘅選情嘅呢一個嘅戰況嘅。咁記得各位老友記喺一個嘅 MHK YouTube 第2台就睇我哋嘅呢一個直播，同大家報道聯邦大選嘅最 update 嘅呢一個嘅政情戰情希望到時候就可以就係已經係見到即係局勢明朗化，唔好咁拉腳，希望早啲就可以就開香檳或者就慶祝我哋就係希望將呢一個嘅自由黨呢班嘅柒碌全部掃地出門咁多年以嚟，俾佢哋搞震就冇人幫襯淨係識得搞啲乜撚嘢覺醒文化，幾廿個性別呢啲嘅性小眾嗰啲嘅平權喺唔同嘅公共場所裏邊起到啲咁嘅廁所，起到27、68個咁樣，哇！真係浪費公帑係嘛，正經嘢唔 Q 做，搞到百物騰貴。而家去加拿大嘅超級市場買嘢，俾我啱啱嚟到回流翻嚟嘅時候起碼真係貴咗，冇1/2都有1/3嘅呢一個嘅價格房地產又呢一個嘅價錢又鬼咁高，年輕人就afford唔到薪水裏邊又唔見得多，亦都唔見有啲乜嘢嘅新嘅一個嘅就業嘅呢一個嘅職位更有甚者，近排又同呢一個嘅南邊嘅呢一個嘅鄰居美國呢個特朗普大總統又唔咬完大家就互相咧就另歪晒面，甚至大打關稅戰。喺咁嘅情況之下，再俾呢啲無啦啦整達啦真係真係信佢一成雙目失明嘅撚屌政黨繼續把持朝政，真係一個唔覺意，正經嘢喺學校裏邊就學唔到，淨係識得學得剪賓州，又或者係搞到通街又係大麻毒品流浪漢治安又係差咁樣，真係唔諗得你死咁所以真正借少少時間呼籲老友記記得投票，真係要將呢一個嘅自由黨掃地出門，講句老母閪返鄉下係嘛，真係千祈唔好再霸撚住個渥太華，搞撚到大家都民不聊生，全個國家裏邊4000萬人真係屌你老味閪冚家產膝頭繳眼淚好啦，今日同大家講嘅一單關於鱷魚談嘅新聞呢，都係同我哋嘅加拿大嘅聯邦大選呢就好有關聯嘅。咁但係可能香港嘅朋友仔就即刻就屌你俾你講埋啲乜加拿大嘢關我諗事咩咁樣？唔係㗎，因為今集嘅呢一個嘅鱷魚談嘅主角，你同我都好熟悉，香港嘅老友記都應該咧就係認得佢，甚至唔撚認得佢都聽緊過佢嗰啲酒杯敲你個頭，你阿媽話痛，因物解救，冇錯啦，就我哋熟悉嘅鄭敬基先生啦。咁大家都知道啦，鄭敬基先生近排咧就已經係回流翻我哋嘅呢一個嘅家國，開咗佢嘅呢一個嘅網台。最 update 嘅就係轉跑道，就係從政加入咗呢一個嘅保守黨。而喺今次嘅呢一個嘅聯邦大選裏邊咧，佢亦都係代表多倫多其中一個嘅選區 Don Valley North 成為其中嘅一個嘅候選人咁同時之間
好多嘅朋友都記得啦，即係屌你老味喺香港嗰啲嘅撚屌國安警察啊、鄧炳強啊，呢班咁嘅撚屌柒碌啊，屌你老味中共嘅走狗啊，惡形惡相咁樣話鄭敬基係一個嘅通緝犯喎，屌你老味係佢亦涉嫌煽動分裂國家罪喎，屌你老味，咁亦都係勾結外國勢力啊，屌你老味喺境外裏邊咧從事破壞香港或者係中國嘅呢一個嘅國安喎，咁撚樣。咁大家都知道喺度啦，我哋熟悉嘅鄭敬基年輕嘅時候喺風雲樂隊裏邊嘅其中一位嘅成員，係咪亦都好多嘅一啲嘅唔同嘅呢啲嘅歌曲。咁後尾亦都係轉戰又去 TVB 又拍劇，我好記得佢係做一個嘅卡拉屋企亦都係做一個嘅烈火雄心司徒拔係咁樣。咁演技歌藝嘅精湛，咁大家咧都已經係歷歷在目啦。亦都佢有好多經典嘅作品流傳俾我哋嘅香港嘅老友記，係嘛？咁自從佢冇同呢一個嘅 TVB 又繼續去續約，係嘛？然後咧就係唔知即係我都唔記得佢點解又犯咗啲咩撚嘢嘅國安罪嘅呢一個嘅問題，係嘛？然後跟撚住咧就翻嚟香港，離開香港翻返去多倫多嗰邊就開網台，突然之間就俾人話佢屌你老味係犯撚咗呢一個嘅國安罪，甚至無懸賞100萬嘅一個嘅港幣通緝佢希望將佢就屌你老味係掟翻嚟香港，你就可以攞成球啦咁撚樣，同我拍檔何良茂撚樣，唉，我真係有時覺得真係唔係得罪呢兩位嘅老友，一個就已經係挨近7條啦，係嘛？你睇佢個款，真係一個嘅斯文長者。讀書人真係正宗斯斯文文，屎忽唔知有冇皺紋，係嘛？憑一位嘅一個嘅老者，又如何可以顛覆你呢一個嘅世界第2大經濟體？哇！東升西降，如日方中呢一個嘅屌你老味係咁撚危害到你個撚屌國家嘅人，係嘛？咁另外鄭敬基最多咪唱歌，佢唱歌嗰陣時把聲仲沙撚過我，係嘛？屌你老味係佢做到啲乜撚嘢可以令到你哋嘅屌你嘅中國？會屌你俾嘔電爆煲含撚定係點撚樣喂，講得再衰啲，一個過氣嘅歌手、過氣嘅藝人嚟啫，亦都唔見得佢有啲乜撚嘢嘅勁抽嘅殺傷力。開個撚屌網台得係以事論政屌你哋中共咁撚就叫做屌你老塊國安法。更有甚者，我亦都唔見得佢有啲乜撚嘢嘅做過好激進嘅呢一個行為，極其量屌你參加過遊行咁樣樣。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將兩個即係喺我哋嘅加拿大國土裏邊嘅加拿大人，話佢哋勾結外國勢力你都真係黐鳩撚線佢哋加拿大人嚟噶嘛？勾乜嘢你外國勢力佢同我老我嘅撚樣都係外國勢力嚟噶嘛？使撚勾結外國勢力咩？屌你老味！更有甚者，佢哋係加拿大人嚟噶嘛？佢哋嘅國家係加拿大啊嘛，佢點撚樣會分裂佢自己嘅呢一個嘅祖國佢極其量就算係得屌鳩你個國家啫，屌你何有呢一個嘅分裂國家嘅呢一個嘅罪行咁撚樣，所以咧真係講起上嚟真係得撚啖笑，識就屌你老味，係唔識就嚇撚死，識就笑撚死係嘛？見撚到屌你老味香港嗰啲咁嘅國安求撚其嘅多人咧就以言入罪。咁你都知撚到佢班咁嘅撚屌係咪真係幾撚咁可撚戶，幾撚咁黑鳩人憎，幾撚咁成為國際上邊嘅呢一個嘅笑話啦。好啦，咁而家挨近呢一個嘅聯邦大選竟然有事發生咗喺鄭敬基先生嘅呢一個嘅身上佢嘅呢一個嘅競選團隊近日咧就係已經就係報警啦。點解咧？因為喺佢哋嘅選區裏邊好多嗰啲喺插喺街道上邊佢啲嘅宣傳牌竟然俾人惡意咁樣去屌你老味係推倒破壞仲要搞撚到佢無可復收嗰隻嘅呢一隻嘅破壞。唔係咁嘅情況之下，呢啲唔係單一嘅情況，係有一個嘅組織同埋咧就係有預計嘅一個嘅行為，擺幾多就整爛幾多係嘛？唔通係屌你老味係冚家產飲醉酒咩？絕對係有啲針對性同埋屌你老味係冚家產有目標性嘅呢一個嘅攻擊同埋呢一個嘅破壞啦。咁而呢一個嘅加拿大選舉安全與情報威脅SITE 呢一個嘅工作組咧，亦都有透露中共嘅跨境嘅呢一個嘅鎮壓行動嘅目標咧，就係正參選緊多倫多 Don Valley North 嘅呢一個嘅鄭敬基先生佢而家亦都係俾一啲嘅屌你老味係親中嘅呢一個嘅團體，又或者喺香港裏邊
即係親共嘅實體嘅呢啲嘅團體咧，屌你老味係有系統地咧就係有目標性咁咧係去屌你咩嘅打擊佢哋啊！咁啊喂，佢又做啲乜鳩嘢係去令到阿鄭敬基除撚咗佢嗰啲競選嗰啲嘅宣傳牌俾人破壞之外啊，佢仲有啲乜撚嘢搞啊？就分分鐘出現一啲喺 Facebook 裏邊嘅 account 大陸裏邊嗰啲嘅屌你老味嘅社交平台嘅platform 啊，微信啊、抖音啊，或者係海外版嘅呢個抖音，即係我哋知道嘅呢一個叫做 TikTok 啦、小紅書啦咁樣樣，哇，充斥住好撚多針對性攻擊糟蹋鄭敬基嘅一啲嘅屌你老味嘅一啲嘅貼文啊，或者一啲嘅 message 啊，咁啊即係話佢咧就係屌你老味係冚家產係一個犯國安法嘅呢一個嘅罪犯。係嘛？屌你老味，加拿大係黐撚線嘅，竟然一個犯撚咗中國或者香港國安法嘅一個嘅罪犯啊，可以獲得到加拿大保守黨嘅呢一個嘅提名喎，仲要競選呢一個嘅國會議席喎，咁撚樣搞法係咪將加拿大變撚咗呢一個嘅屌你乜嘅犯罪天堂？喂，由頭到尾佢都係冚家產，你要屈鳩佢啫，佢又冇人犯法，大家心知肚明啦。加拿大人你都好似你哋屌你咗14億個戇鳩仔咁樣樣，屌你老味係唔信讒言，以為佢真係犯鳩法啦。更有甚者，有一啲嘅香港嘅閪人，正宗我哋由細睇撚到鄭敬基大啦，唉，屌你老味閪，佢做過啲乜撚嘢出嚟？屌你咩侵犯你嘅國安啊，屈人都冇，屌你老味夾硬亂鳩咁嚟，俾啲 credibility 好唔撚好？咁而喺咁嘅情況之下，係嘛？鄭敬基已經係唔係第一次咧就俾人搞㗎啦。咁啊，而家喺網上面、互聯網裏面出現咁撚多呢啲嘅抹黑啊、詆毀啊，話佢係犯人啊，咁撚樣嘅呢一個嘅搞法，好撚明顯就係屌你咩希望影響到佢呢一個嘅選情啊，係嘛 ？emphasize 佢係有一個過百萬元懸賞最賞金嘅一個嘅罪犯，係嘛？咁啊，而喺咁嘅情況之下，加拿大你係千祈唔好撚選鳩佢啊，咁撚樣。咁啊，主要一個嘅情況就係我諗相信鬼頭啊、本地人啊、非華裔嘅人咧，就係即係可能就對阿鄭生就唔係話真係咁撚熟悉，而呢啲充斥住喺華人最 popular 嘅一啲嘅社交平台裏邊出呢啲咁嘅呢一個嘅宣傳啊、抹黑啊、詆毀嘅一啲嘅屌你乜嘅信息，好明顯就係針對緊喺海外或者加拿大境內嘅一啲嘅華裔嘅佢哋嘅平台用戶嘅帳戶啦，希望影響到佢哋咧就係唔撚好投票俾呢一個嘅鄭敬基，主要都係咁撚樣。咁即係話鄭敬基如果贏撚咗入撚到呢一個嘅國會係嘛，即係對你中共有好撚大構成嘅呢一個嘅威脅同埋存在嘅呢一個嘅危險，係唔係咁撚樣講咧？咁我哋可以已經係知撚得到啦。開頭嘅時候喺另一個嘅選區有一條嘅屌你老味自由黨嘅柒頭，哇！佢個撚樣真係成碌撚咁撚樣。冇撚講錯㗎，真係一個嘅加拿大嘅多倫多裏邊嘅其中一條嘅撚樣，因為佢真係生得成條撚咁撚樣，就係一個叫做 Paul Chang 嘅呢一個嘅人啦。咁呢一個叫蔣振宇嘅柒碌咧，就係台灣裔嘅，咁亦都係曾經喺一個嘅加拿大裏邊嘅一個嘅警察。咁呢條嘅撚樣係出名咧，就係奶共同埋親共啦。咁佢竟然喺公開嘅場合裏邊咧，就係詆毀鄭敬基，就話俾大家聽呢個撚樣係屌你咩罪犯嚟㗎。最好就係送佢去翻香港攞賞金，攞佢100萬，咁就屌你老味，大家都有錢啦，有着落啦，不然大家不如去舉報佢，攞一個嘅懸賞嘅呢一個嘅賞金啦，咁樣樣。咁此話一出，呢條咁嘅柒頭真係生撚到條撚咁樣樣，原來佢諗嘢都好似條撚咁樣樣嘅，係嘛？喂，呢係加拿大嚟㗎，你而家你竟然幫一啲屌你老味喺境外嘅一啲嘅冚家產。用佢哋嗰啲嘅大外宣去詆毀一個嘅加拿大人，抹黑一個你嘅一個唔同政黨嘅一個嘅競爭對手，哇！該當何罪啊？喺咁嘅情況之下，你已經係妄視加拿大嘅呢一個嘅價值觀，亦都唔尊重你係加拿大人嘅身份。更有甚者，屌你老味閪，你仲要係一個嘅冚家產國會嘅呢一個嘅議員嘅呢一個嘅 MP 嚟嘅，你老母臭大，你真係好撚辛苦咯！講啲咁嘅撚嘢真係教而不善啊！咁當然大家都聽緊到佢講呢啲，個個都要屌你老味閪捉佢出嚟照肺啦，個個都燒佢數簿啦，個個都表達呢一個嘅不滿啦。咁即係換句話講，大家都對你有 negative 嘅呢一個嘅屌你咩嘅 perception 啊。咁你喺咁嘅情況之下，你選條撚咩？吔屎啊你！肯諗定就屌你咩，冇諗得屌你老味閪冚家產有呢一個嘅勝算嘅 opportunity 啦。咁佢都唔知係俾人哋勸退啊，定係點撚樣，或者自我識退啊、識趣啊，就即係決定咧就係自動退選啦。當時嘅自由黨嘅黨魁即係而家嘅加拿大嘅 PM Prime Minister 呢一個嘅冚家產卡尼咧，
仲話唔覺得屌你老味係有啲乜撚嘢嘅問題喎，冚家產，但係真係見撚到屌你咩星星之火，冚家產群屌佢，屌撚到佢風冚咁撚樣，係嘛？當然就係屌你老味冚家產，抵敵唔撚到輿論都保佢唔撚住，就係屌你老味接受佢嘅呢一個嘅請辭啦。咁啊呢一個嘅撚屌而家唔撚做去出嚟競選啦，咁啊揾邊個啊？撲你個街！自由黨呢啲咁嘅冚家產，真係屌你老味閪冚家產，奶窮奶撚到屌你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嘅，竟然又叫另一個屌你乜嘅柒碌出嚟，呢個撚樣就叫做 Peter Yuen 啦。咁呢一個嘅原籍面啊，咁呢條嘅柒頭咧識講廣東話嘅喎，亦都係非常奶窮嘅喎，甚至係呢一個嘅多倫多嘅呢一個嘅華裔嘅呢一個嘅警察嚟嘅，咁啊甚至無去到當地嘅呢一個嘅警察局嘅副局長。但係呢條嘅柒頭曾經去過大陸裏邊啊，屌你老味係唱我的中國心啊，不特止啊，仲要着住我哋加拿大屌你老味 Toronto 警局裏邊嗰套嘅警察制服啊，對住個5星旗喺度屌你老味，屌你老味扯旗敬禮喎，撲街啊咁撚樣都有喎，呢啲乜撚嘢人嚟啊？自由黨真係冇好嘢㗎，屌你老味係上下都係 corrupt 嘅，竟然可以揾條咁嘅蛋散去代替之前嗰條嘅撚樣係一個嘅屌你老味係蔣振宇喎，正宗下冚家產啊，真係蛇鼠一窩，甕缸裏邊嘅全撚部都係臭屎，揾嚟揾去都係親共嘅冚家產撚樣。咁啊，依條嘅撚樣咧就係叫做屌你老味，大家認住佢叫做 Peter Yuen。如果你係呢一個嘅同阿鄭敬基都係嗰個嘅呢一個嘅選區，又或者係知撚到呢條嘅柒頭啊係你嘅選區嘅咧，咁你就屌你老味係唔撚使可以選佢啦。不過佢就應該唔係鄭敬基嗰個選區嘅。咁而喺鄭敬基嗰個選區，同佢一直去爭奪呢一個嘅國會嘅呢一個嘅議席咧，係有啲乜撚嘢人啊？咁啊，梗係又有呢一個嘅自由黨嘅人啦。今次就整條大陸燦妹，應該都係大陸人嚟啦，就叫做慈月呢一個嘅叫慈月。哇！咁啊諗下，係咪佢阿媽嚟冇撚嚟月經遲撚咗？然後咧就係屌你老味閪冚家產，卒之咧就俾佢搞撚掂咗，出撚咗世，所以叫做慈月咧，係嘛？即係淨係坐月啦，嗰陣時遲咗定係點撚樣咧？叫慈月，一聽個名就知佢大陸人啦，係咪咁撚樣講啊？咁又係揾啲自由黨，又係揾啲大陸人出嚟去屌你老味去競選，咁呢一個親共啊，或者係屌你老味同大陸嘅千絲萬縷嘅關係都不言而喻啊！點解會咁咧？可能係亦都係出自佢哋呢一個嘅選舉嘅呢一個嘅策略啊！因為呢一個嘅 Domenilov 據稱有113600幾人嘅呢一個嘅人口，有咁多嘅呢一個嘅選民，其中有差唔多27000人啊，都係呢一個嘅華裔。咁啊而家相信咧呢一個就係大陸呢鬥嚟㗎啦。喺咁嘅呢個地方裏邊咧，大陸人咧就係會佔多，咁所以自由黨揾啲親共啊、奶共啊呢啲人咧就出嚟咧，希望就可能咧就係有一個 opportunity 咧，中國嘅呢啲嘅過咗嚟移民嘅人咧就會對呢啲人有啲感冒，就會投票俾佢，令到佢攞撚到呢一個嘅議席啦。咁而中國嘅一啲嘅屌你老味係同佢哋有千絲萬縷嘅呢一個嘅關係，係咪真定假㗎？梗係真啦，因為唔撚係淨係屌你老味頭先所講嘅因為加拿大選舉安全與情報威脅 SITE 嘅工作組，屌你老味又提出呢一個嘅警告啊，包括以前我哋成日都講嘅呢一個嘅加拿大嘅國安情報安情局CSIS 同埋呢一個嘅加拿大外國干預委員會一直都有通告屌你老味喺中共就亡我哋之心不死。中共一直都喺度干預緊我哋嘅呢一個嘅大選，甚至無中共一直喺度都對我哋嘅國家嘅安全構成好重大嘅呢一個嘅影響，包括啲乜撚嘢邊撚個喺加拿大嘅議會裏邊屌你有啲嘅影響力佢哋就揾翻佢哋。如果你係華裔嘅，就喺翻你哋嘅出生地或者你哋嘅家鄉仍然有冇啲乜撚嘢嘅親戚朋友佢哋就喺當地裏邊向佢哋嘅私下威脅佢哋。而威逼你唔撚好講一啲批評中共或者係影響到中共政策嘅一啲嘅言論幾撚冚家產如果你係乜撚嘢嘅海外華僑僑民呢啲嘅屌你老味閪流亡嘅群體又或者屌你咩宗教少數民族受迫害者異見人士人權嘅呢一個嘅 activist 如果你喺呢一個嘅加拿大裏邊分分鐘都有中國呢啲派過嚟呢啲嘅境外裏邊嘅人佢哋嘅呢啲嘅白手套代理人監鳩視住你更有甚者，亦都係屌你老味不停如果你喺加拿大裏邊有活躍啲，又有更加多嘅一啲嘅抹黑行動鎮壓你哋言論嘅呢啲行動
所以鄭敬基除咗俾人發覺喺啲咩嘢 Facebook 啊、小紅書啊，大量屌你老味喺出現佢嗰啲嘅屌你老味抹黑佢嘅啲嘅信息啊、貼文啊咁樣，喂唔係單一啊，係持續啊，同埋講緊係秒秒鐘又出新貼啊咁樣，有系統性嘅、針對性嘅、持續性嘅，屌你老味屌撚到你封冚咁樣樣嘅呢一種嘅鎮壓嘅方法去搞鳩啊鄭敬基啊！更有甚者，如果你喺屌你老味加拿大裏邊嘅搜尋嗰啲嘅屌你 search engine 啊，打鄭敬基或者打一個嘅租梯啊，屌你老味出親嚟嘅呢啲嘅屌你老味嘅擺頭位嘅 priority 嘅呢啲嘅嘅 message 啊，全撚部啊都係話佢係犯咗國安法嘅逃犯啊，一個嘅分裂國家、勾結異見人士啊，一個嘅懸賞100萬，其他就冇啦。佢選舉裏邊嗰啲卡嘅嘢都係唔係點出撚到嚟浮面啊？全部都係對佢不利嘅呢種嘅信息，咁啊無他嘅，希望佢嘅呢一種嘅負面嘅報導啊、負面嘅貼文啊，絕對就會影響到喺加拿大裏邊，尤其是鄭敬基喺 Don Valley North 裏邊選區嘅朋友啊，呢啲嘅華人啊，睇撚到呢個負面嘢就唔夠選鳩佢，就係唔撚想佢贏。好啦，大家就可能會退一步再問啦。究竟鄭敬基有啲乜撚嘢三頭六臂？中共要咁撚驚佢入撚到呢一個嘅議會啊？其實我真係覺得，使乜驚啊？冇嘢值得驚㗎。你習匪近平連以前阿杜魯多你都唔撚驚，兜口兜面屌柒佢，叫講乜撚嘢嘅創造條件？你連我哋嘅總理都唔撚驚，難道你屌你老味？你需要驚呢個啱啱都未撚入流，都唔知入唔入撚到議會裏邊嘅一個嘅香港過嚟嘅一個嘅過氣歌手、過氣演員，都挨近6條嘅一個嘅一個啱啱初入政界嘅新丁，你驚條撚咩？係咪咁撚樣講啊？但係無他嘅，因為如果鄭敬基入撚咗去，中共就好撚冇面啦。我擺撚到明通緝佢我唔撚墮佢，我唔撚 like 佢，我要佢死，我要佢含撚，我要佢碌 bird 係嘛？你竟然仲要捧佢入去呢一個嘅加拿大嘅議會，係咪即係唔撚俾 face 我哋習近平啊？唔撚俾 face 我哋中國共產黨啊？唔撚屌你老味閪睇我哋台戲啊？因為如果鄭敬基入撚到 Ottawa 代表佢嘅選區做國會呢一個嘅議員啊，就係令撚到中共好撚冇面啦！我唔撚妥嘅人，你唔撚掟佢翻嚟香港不特止，你仲捧佢入議會喎，即係對我中共嘅大大不敬，視為對佢哋嘅奇恥大辱。喺呢一個情況裏邊，實情佢係覺得個冇面嘅呢一鑊嘢就係居多。Wada 定鄭先生真係可以做到啲嘢，令撚到中國含得撚橡皮糖，呢個至賓州啊嘛！咁除咗頭先所講搞鄭敬基之外，或者係搞其他一啲嘅喺依邊嘅加拿大裏邊嘅係嘛異見人士係冚家產，佢唔係唱衰佢哋不特止亦都會玩唱好因為亦都係發覺到屌你老味閪呢一個嘅發覺佢哋希望改變一啲嘅華人對我哋而家呢一個嘅 Prime Minister 呢一個嘅Mark Carney 有好感佢哋發動一啲嘅微信嘅呢一個嘅攻擊發動微信嘅呢一個嘅宣傳散播好多屌你老味閪Carney如果佢做撚咗屌你老味閪繼續冧莊可以做翻呢一個嘅入到議會做到加拿大嘅呢一個嘅 Prime Minister 就係有利令到加拿大從中國嘅呢一個嘅關係咧就係穩固加深呢一個嘅中加嘅合作，對中國咧就屌你老味閪有更加好嘅呢一個嘅影響。所以你班嘅屌你老母 DLL 大陸呢你班咁嘅柒碌記住一定要投票俾翻呢一個嘅 Mark Carney， 令到佢同家中嘅呢一個嘅關係咧就係好撚好啦咁撚樣。咁而喺咁嘅情況之下，呢一個嘅 Mark Carney 亦都俾人哋爆撚咗一個響口出嚟，原來佢喺2024年咧，佢老尾就係做一個叫做 Brookfield Asset 嘅 Management 裏邊嘅董事會嘅呢一個嘅主席而發覺佢同中共嘅一個嘅當局嘅企業高層咧就有過呢啲嘅緊密嘅接觸，更有甚者中國嘅一啲嘅地方嘅銀行更批撚咗2.7億元嘅呢一個貸款俾一個嘅 Mark Carney 佢做一個董事會主席嘅呢一個嘅 Brookfield Asset Management 唉，屌你老味！咁你大家都話我冇同佢哋有任何嘅一個嘅利益嘅一個嘅接觸嘅。講你又信唔撚信呢？正宗食人嘴軟，雞髀打人牙較軟，人哋借得到錢俾你冚家產，我就唔撚知你息口點啦。既然人哋係你呢個債主，咁你做撚咗加拿大嘅一個嘅首相
你係咪 book 你個街sorry 呢一個嘅總理啊，你係咪冇諗辦法避嫌先？你係咪冇諗辦法撇清咗你同呢啲中國嘅資金嘅呢一個嘅千絲萬縷嘅呢一種嘅關係咧？唔撚怪得知，屌你老揈係嘛？中共咁撚想你屌你老味閪有機會繼續要幫呢個嘅自由黨帶領嘅加拿大繼續執政多幾年啦。咁呢啲咪話撚晒俾你聽咯，係嘛？點解係嘛？自由黨嘅反對黨，中共就視之為洪水猛獸，係嘛？自由黨嘅人就希望你哋加拿大裏邊嘅華人就記得選佢哋，因為有賴佢哋咧就係加深中加嘅呢一個合作。咁當中裏邊佢哋嘅關係係點？不言而喻啦，係咪咁樣講啊？咁所以我個人認為若果繼續由自由黨冧莊，中國對我哋嘅干預就屌你個咩無日無之，成日都知撚到特朗普大總統嘲笑我哋，希望我哋成為佢哋嘅第51個嘅呢一個嘅 state， 甚至無叫之前嗰任嘅總理杜魯多叫佢做51個 state 嘅呢一個嘅州長，無他嘅。我相信特朗普 CIA 係俾撚咗大量嘅情報佢，知撚到你加拿大嘅自由黨同中共嗰啲千絲萬縷嘅呢一個嘅關係，加拿大俾你中共嘅呢一種嘅滲透係嘛？而喺咁嘅情況之下，你有咁撚多代理人，我擺件咁嘅撚樣喺我北邊做鄰居，撲你個街，咁你即係屌你個冚家鏟，同擺隻老鼠入米缸係冇撚分別，即係呢班咁嘅柒碌吃裏扒外以為我哋係最親密嘅戰友，殊不知你食兩家茶禮，又親中又扮親美，喺咁嘅情況之下，一女焉能是二夫呢？咁所以最緊要就係掃地咗一個親共嘅政黨走人，係嘛？要佢哋落台，換翻一個屌你老味閪反共或者係視呢一個嘅中共屌你老味閪冚家產，係潛在對加拿大威脅嘅一個嘅敵對國家。咁你老味閪，咁我至信得你噶嘛？如果唔撚係，屌你俾你幫中共過一棟，又掟芬太尼，屌你老母又掟淫蛇，又掟毒品，咁我真係美國咪含得撚橡皮糖，抵佢打緊一個嘅鴉片戰爭2.0。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個人認為特朗普梗係知撚到你自由黨同中共屌你俾打鳩晒龍通，至對你哋一個嘅自古以嚟即係咁撚多年幾百年嚟真係都咁撚 friend 嘅一個嘅屌你乜嘅鄰居，竟然咧就係用咁粗暴、用粗鄙嘅呢一個嘅語言去羞辱呢一個嘅屌你老味嘅政權肯定當中裏邊大家就不言而喻，當中裏邊嘅呢一個嘅秘密啦。咁記住，如果呢一個嘅卡尼贏，呢個自由黨贏就等於中共贏。喺4月28號裏邊，你哋要投票嘅時候，你哋正正經經即係認真啲諗一諗，呢一票要誰屬，投俾邊一個代表你嘅呢一個政黨啊？代表自由黨你投緊咗俾佢，而家過緊啲乜撚嘢個好日子，你哋大家心裏有數，係嘛？繼續要過咁日子或者更加閪好冇啊？咁你自己就知道點撚樣去投票啦，係咪咁撚樣講啊？咁而呢一個嘅卡尼咧，到最後啱啱喺近排嘅呢一個嘅政黨領袖嘅 debate 裏邊咧，佢都話咧就係中國係我哋嘅呢一個嘅潛在對手啦。當個個都咁撚樣講嘅時，你唔係唔撚講啊嘛？係有幾等真心？你覺得中國係我哋嘅屌你有咩影響加拿大嘅屌你乜閪撚國家啊？你自己心裏有數啦，冚家產口裏說不，身體最誠實，咪呢一種嘅屌你老母嘅呢一種嘅表現咯。記得投票，4月28號嘅星期一，憑你手上面一票，將自由黨就踢走。咁呢一個嘅多倫多 Don Valley North 嘅呢啲嘅選民，見撚到鄭敬基而家真係陰公豬啊！當地嘅警察勸喻佢為佢自身嘅個人安全嚟講因為有人搞鳩緊佢呼籲佢咧都係暫時唔好搞一啲嘅面對面嘅呢種嘅宣傳喂，我屌你老味，仲有幾日就大選啦，你仲叫佢減少啲面對面嘅呢個宣傳，你係咪想佢唔撚贏啊？屌你！咁所以無論如何都好，香港嘅朋友，如果你喺側邊附近裏邊亦都有一啲朋友唔知想邊個好，咁你希望都可以支持鄭敬基，送一個代表香港良心係嘛，對支持我哋香港嘅一個嘅社運係嘛，幫我哋香港人咧就係曾經都有呼籲過爭取個民主自由嘅老友記，送佢入我哋嘅加拿大嘅議會，起碼有一啲代表香港人嘅聲音入到加拿大嘅議會裏邊，對我哋香港人喺加拿大嘅呢個族群裏邊都有莫大嘅呢一個嘅幫助。記得投票啊！各位 MHK 嘅觀眾注意啦！由2022年1月1號起，鱷魚潭只會上傳到 MHK.TV 嘅網站同埋 Patreon，只供會員收看。每月並會上傳不少於10條嘅影片。如果各位想繼續支持鱷魚潭嘅，可以去下列 MHK.TV 嘅網站付費，同埋到 Patreon 註冊會員。